我哋先由一個好簡單嘅畫面講起，想像你行入一間香港嘅茶餐廳或者一間商場入面嘅咖啡店，你環顧四周，眼前嘅畫面大概係咁，你會見到台與台之間距離可能得30厘米，你會見到伙計托住一碟碟喺兩行座位中間側身而過，好似玩緊障礙賽。你會見到隔離台嗰位阿叔嘅手踭，隨時撞到你嘅湯碗。呢個就係香港嘅飲食空間，全世界人口密度數一數二嘅城市，寸金尺土，連人自己都逼到貼晒。而由2026年7月9日開始，喺呢個空間入面多咗一位新成員——狗。我今日想同大家傾嘅唔係應唔應該愛狗呢個問題，冇得拗，愛狗係好事。我想傾嘅係一個好悶但係好核心嘅問題。香港呢種咁極端狹窄嘅環境，到底適唔適合寵物友善餐廳？呢個問題政府冇認真答過，而喺開放咗1000間餐廳之後，答案就要由整個社會嚟埋單。先講返件事點嚟。2025年9月，特首李家超喺施政報告入面講咗一段好經濟、好行政嘅説話。政府留意到全港有超過24萬個住戶飼養貓或者狗。貓狗總數超過40萬隻，呢班毛孩衍生咗一條好長嘅消費鏈，糧食、用品、醫療、保險、美容、訓練，樣樣都係錢。整個寵物經濟規模已經去到62億港元。於是政府嘅結論係支持商界推出唔同嘅寵物友善活動空間，創造新嘅消費場景。緊接住就宣布會推出容許狗隻進入嘅食肆牌照。大家聽清楚呢個邏輯嘅起點。呢一次鬆綁出發點唔係動物福利，唔係人寵共融，而係新消費場景。我做評論咁多年，有一句説話我而家講喺前頭：當一個政策嘅出發點係開拓消費，而唔係處理矛盾，佢喺落地嗰一刻一定會將所有矛盾原封不動咁交俾最前線嗰班人去承受。之後你會見到呢句話一路應驗。制度本身，我快講一次，因為唔講清楚，後面就睇唔明。食環署喺2026年5月18日至6月8日接受申請，收到2205宗，核實之後有1616宗合資格，名額只有1000個，用抽籤決定，抽中嘅繳付140蚊改牌照，就可以喺7月9日起容許狗隻入內。我要停喺呢個數字度，140蚊。一份可以改變成間餐廳客源結構、改變衛生風險等級、改變員工日常工作內容嘅牌照加注，成本係140蚊，可能仲平過啲狗一次剪毛。規則本身其實寫得幾細，狗要用不超過1.5米嘅牽引帶，由成年人穩妥控制，唔准上餐桌，唔准用餐廳嘅可重用餐具，餵嘢要自備食物同容器，格鬥狗隻同已知危險狗隻禁入，狗喺鋪頭大小二便，狗主要即時清理消毒，獲批食肆要喺門口當眼處，時時刻刻貼住一張 A3 標示，睇落好周到。政府諗嘢係諗過嘅，問題係呢一整套規則全部都係寫俾已經識得做人嘅人睇㗎，而一個政策成唔成功，從來都唔係睇最守規矩嗰班人，係睇最唔守規矩嗰班人。而家講到我今日最想拆嘅一個結，狗本質上係不受控制㗎。我知呢句嘢一講出嚟，會有一大班狗主想刪咗條片，但係請俾30秒我講完。一隻狗，無論你訓練得幾好，它始終係一隻狗。它聞到隔離台嗰碟牛扒嘅香味，會有反應；它見到另一隻狗行過，會有反應；它聽到突然跌爛一隻碟嘅聲，會有反應。他身體唔舒服、心情緊張，或者純粹當日狀態差，都會有反應。呢啲反應唔係教得好就完全消失㗎。呢啲係動物嘅本能。喺一個空曠嘅歐洲廣場，一個有露天座位嘅咖啡店，一隻狗突然企起身，冇乜大不了。它有空間，其他人有空間。但係喺一間香港茶餐廳，台貼台、人貼人嘅環境入面，一隻狗突然一個扭動，一次跳起，一聲吠叫，撞到嘅可能就係隔離台一碗滾湯，或者一個2歲細路嘅面。呢個唔係狗嘅錯，狗冇做錯任何嘢，呢個係空間嘅錯。
歐洲做到唔代表香港做到，因為歐洲賣嘅係空間，香港最缺嘅就係空間。第二個結更加敏感，好多狗主係當咗自己隻狗做仔女。我完全理解呢種感情，對好多人嚟講，隻狗真係佢屋企唯一嘅家人，係佢每日放工返屋企唯一等佢嗰個。呢種愛，我100%尊重，但係問題就出喺呢種愛度。當你當咗隻狗做仔女，你就會不自覺咁用對待仔女嘅標準去對待它。仔女喊，你唔會鬧，你會氹；仔女想食你碟嘢，你會夾俾佢；仔女喺公眾場合曳，你會覺得佢仲細啫。呢種心態擺喺屋企冇問題，但係擺喺一間逼滿人嘅餐廳入面就會變成災難。因為喺你眼中，隻狗係你嘅仔女，但係喺隔離台嗰位客人眼中，它只係一隻會甩毛、會吠、會有氣味嘅動物。你覺得可愛嘅嘢，喺一個怕狗或者有過敏症嘅人眼中係恐懼。當佢係仔女嘅心態遇上規矩話唔准上台、唔准用餐具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好多時候愛會贏，規矩會輸。我隻狗好乖，佢唔會咬人，俾佢舐一舐啫。呢啲說話就係規矩崩潰嘅第一步，唔係因為狗主係壞人，恰相反，係因為佢哋太愛。而個制度偏偏就係用嚟考驗呢一種愛嘅底線。跟住講到第三個結，亦都係你哋成日忽略嘅一個技術問題。罰則其實好輕，香港食物業規例第12條，違例最高罰款1萬蚊，可以監禁3個月，另外每日加罰300蚊。呢個數字聽落好似好大，但係你細心諗下，呢一種要罰嘅情況，前提係有人執法、有人舉報、有證據入到去告得入。現實係點？現實係一間逼滿人嘅餐廳，一個星期六下午，一位狗主將隻狗抱上椅，用店鋪嘅碗斟啲水俾他飲。呢件事邊個會去告？伙計唔會，佢忙到飛起，同埋佢驚投訴。食環署唔會，佢冇可能24小時派人手喺每一間餐廳。其他客人多數唔會，最多影張相放上網，鬧完就算。即係話喺絕大部分嘅情況底下，違規嘅實際成本係零。一個守規矩會麻煩、違規又冇成本嘅制度，尼姑靠咩去支撐？淨係靠一樣嘢，公德心。而公德心呢樣嘢，正正就係全世界最靠唔住嘅一種資源。呢個先至係最要命嘅地方。政府起咗一套好靚嘅規則，但係佢冇俾到呢一套規則任何有效嘅牙齒，剩低嘅就係一場大型嘅社會信任實驗。我哋賭香港嘅狗主夠唔夠自律？而歷史經驗話俾我哋知，任何靠自律撐起嘅制度，最後都會被最低嗰個人拉低。講咗咁多香港嘅問題，我哋抬起頭望下出面個世界點做，你會發現一件好有趣嘅事。全世界最先進、最愛狗嘅城市，喺呢件事上面反而係最保守。先講美國，喺紐約州，法例寫得清清楚楚，餐廳可以容許陪伴犬進入戶外用餐區，但係室內用餐區同食物處理區一律唔准。呢個唔係建議，係健康守則嘅硬性規定。加州都一樣。2014年加州修訂零售食品法，容許狗進入戶外用餐區，前提係一大堆條件。仲有更嚴嘅，美國好幾個州，例如奧克拉荷馬州，開放戶外用餐區俾狗，附帶足足9項條件，其中2項我特別想你聽清楚。第一，俾狗用嘅食物同水嘅容器必須係一次性，用完即棄嘅。第二，餐廳員工唔准同狗有直接接觸。大家對比一下，人哋俾狗用嘅碗，法例規定必須係即棄嘅紙碗、膠碗，用完就掉。呢個就係要徹底杜絕人狗共用餐具呢件事，喺法律層面直接斬草除根。再講加拿大，喺卑斯省，食品處所規例列明，經營者不得容許活生生嘅動物進入食物處所。除咗導盲犬同服務犬，室內餐廳、美食廣場基本上全部唔准狗入。就算係狗咖啡，都要設計2個獨立嘅出入口，將食物區同寵物區完全分隔。換句話講，全球最富裕、最重視動物權益嘅北美城市，佢哋俾狗嘅位置只有1個，戶外、室內免聞。接住講歐洲。
歐洲成日俾人講到好似狗嘅天堂，行入間咖啡店，隻狗靜靜地伏喺主人腳邊。呢個畫面係真嘅，喺柏林、喺維也納、喺羅馬、喺巴塞隆納，你的確會見到細狗坐喺主人大髀上面，或者伏喺台底。奧地利甚至有個潛規則，如果一間店冇貼禁止狗隻嘅牌，多數就係歡迎狗。英國就以狗 friendly 嘅酒吧聞名，但係我要撳停呢個浪漫嘅想像，講3樣好多人唔講嘅嘢。第一，歐洲俾狗入室內，好大程度上唔係靠法律，係靠一種行咗幾百年嘅生活文化。歐盟嘅規例其實都只係話狗唔准入廚房同儲存食物嘅地方。座位區點處理，交俾餐廳自己判斷。呢種餐廳自己話事嘅模式，喺一個公民習慣咗，狗都訓練咗幾代人嘅社會入面運作得到。因為佢哋嘅狗由細到大就係喺呢種環境入面長大，識得靜，識得等，識得唔騷擾人。呢個係一種需要幾代人先養成嘅默契。第二，就算喺歐洲，大狗好多時都要留喺出面。羅馬、巴塞隆納容許入室內嘅，主要都係細狗，係可以放喺大髀上面嗰種。第三，亦都係最關鍵嘅，歐洲嘅餐廳普遍冇香港咁逼，佢哋有空間俾隻狗伏喺一個唔阻人嘅角落，香港冇，所以歐洲得，香港點會唔得？呢一種講法係將兩樣完全唔同嘅嘢比較。你比較嘅唔止係法律，係空間，係文化，係幾代人養成嘅習慣。呢3樣嘢，香港一樣都未有齊。最後講亞洲，亞洲反而同香港最似，值得參考。台灣有部分商場同用餐區容許寵物，但係有一個明確條件，寵物要放喺寵物車或者寵物袋入面，唔准落地。留意呢個多數係商場作為私人物業自己嘅營運決定，並唔係國家層面嘅法律豁免。南韓就近年推出咗新規例，容許有控制、有條件咁進入餐廳。大家見到條線喺邊度？美、亞洲呢啲高密度城市嘅做法，關鍵詞係2個：容器同控制。用寵物車、用寵物袋將動物同環境隔開，先至夠膽開放。因為佢哋都明白喺人多地少嘅環境，落地自由行嘅風險太高。而香港今次嘅做法喺呢一點上面，反而係走得比台灣仲要前，因為香港容許個別餐廳自己決定狗可唔可以落地。實施首日，記者走訪就發現，有啲店要求狗全程留喺狗袋，有啲店就完全唔設限制，狗可以周圍行。同一日同一條法例，竟然有幾種完全唔同嘅世界。一個比台灣人多、比台灣逼嘅城市，喺一件比台灣更加冒險嘅事上面，行得比台灣更加前。呢一步到底係勇敢定係魯莽？我俾你自己判斷。講到呢度，我要好公道咁幫狗主講返幾句。香港有超過40萬隻貓狗，絕大部分嘅狗主係非常認真、非常負責任嘅一班人。佢哋會驅蟲、會打疫苗、會植晶片、會領牌。佢哋出門之前會評估隻狗當日嘅情緒。佢哋會自備狗碗同尿墊。佢哋喺隻狗一吠嘅時候，就第一時間抱它出去。呢班人等咗成30年，先等到今日。佢哋唯一嘅願望就係唔使成日喺露天座位食飯，唔使落雨天縮喺簷篷底下，唔使成餐飯都要輪流去門口睇住隻狗。呢個願望一啲都唔過分。而我今日講嘅所有嘢，矛頭都唔係指向呢班人。我嘅擔心係一個靠自律運行嘅制度，永遠只會約束到呢班本來就守規矩嘅人，而嗰班當隻狗係仔女、規矩當透明嘅人，由頭到尾都唔會受任何影響。結果就係守規矩嘅狗主要孭上唔守規矩嗰班人嘅罵名，呢個先至係最唔公平嘅地方。所以返到最開頭嗰條問題，香港咁狹窄嘅環境，適唔適合寵物友善餐廳？我俾我嘅答案：香港適唔適合唔係一個是或者否嘅問題，而係一個用咩方法嘅問題。如果係好似歐洲咁，靠餐廳自律、靠狗主自律、靠幾代人養成嘅默契，香港未夠班。我哋既冇歐洲嘅空間，亦都冇歐洲養咗幾代人嘅飲食文化，夾硬複製，只會水土不服。
如果係好似北美咁一刀切，淨係開放戶外，室內免問，咁香港其實一早已經係咁做，今次反而係走返轉頭。真正值得香港學嘅，反而係台灣同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嗰種工程思維，用寵物車、寵物袋將動物同人流隔開，用即棄容器徹底杜絕餐具污染，用清晰嘅分區同獨立通道減少摩擦。呢啲唔靠人性，靠硬件，靠設計，靠一條一條寫得死死實實嘅技術規範。因為係一個逼到咁嘅城市，你唔可以將公共衛生嘅安全網壓喺人性呢樣最靠唔住嘅嘢上面。臨完，我想同3類人各講一句，同狗主講：你隻狗係你嘅仔女，呢個我明，但係喺一間逼滿人嘅餐廳入面，它唔係其他人嘅仔女。你越當佢係家人，你就越有責任。唔好俾你嘅愛變成其他人嘅負擔。自備一個狗碗，成本30蚊。呢30蚊買嘅係你同你隻狗，未來30年繼續行入餐廳嘅資格。同政府講，開放一個市場，收140蚊，貼一張 A3 標示。呢個唔叫做政策，呢個叫做將個波交俾市場同前線。一套冇執法牙齒，淨係靠自律嘅規則，喺一個高密度城市入面，係一場輸多贏少嘅賭博。學客人哋嘅工程思維，將安全建立喺硬件上面，唔好建立喺祈禱上面。同呢個城市講，寵物友善呢4個字，重點從來都唔喺寵物，狗永遠冇做錯，重點喺友善。而友善呢樣嘢唔係單方面對狗友善，係要同時對怕狗嘅人、對過敏嘅人、對隔離台嗰個素未謀面嘅陌生人一樣咁友善。真正嘅共融唔係我有自由去做我中意嘅事，真正嘅共融係我享受呢份自由嘅時候，仲記得隔離台嗰個人，佢都有唔想被打擾嘅自由。呢一課香港學唔學得識，未來半年就會有答案。我哋下條片見。